歡迎嚟到 Diversities 2020年個人入息稅系列嘅短片。今日嘅主題係個人入息稅退休人士。呢個短片嘅目的係為咗簡單提供有關退休人士報稅需要注意嘅地方。首先，我哋要多謝以下機構為今次短片提供嘅慷慨贊助。佢哋包括 Guardian Law Group、James K.M. Wong Financial Limited、卡加里華埠獅子會、Elena and Eric CPA。Diversities 係一個非營利機構，我哋嘅目標係協助移民參與社區。如果你有興趣，我哋歡迎你嚟到我哋嘅網站了解更多我哋嘅活動。免責聲明，請注意 Diversities 不提供稅務、法律或會計建議。本材料僅供參考，並非在提供稅務、法律或會計建議。喺準備任何有關稅務活動之前，你應該查詢你自己嘅稅務、法律或會計顧問。今日嘅內容包括報稅對退休人士嘅重要、應課稅和非應課稅收入、免稅額和稅收底面、外國資產、如何報稅、T-slip 稅單同報稅之後要注意嘅事項。你可能聽過有人講，佢哋冇收入或者收入好低，佢哋根本就冇欠任何稅款，因此佢哋唔需要報稅。佢哋確實係唔欠任何稅款，但係如果每年唔按時喺4月30號之前報稅，佢哋可能會錯失一啲應得嘅稅收優惠，因為好多聯邦同省級嘅老人福利計劃都係使用你嘅報稅表嚟確定你是否符合條件嘅。一般來說，加拿大居民必須申報其全球收入，因此無論你嘅收入係喺邊一度獲得，你都需要報加拿大稅。但係並非所有你收到嘅錢都需要報，只有應課稅收入先至需要報。應課稅收入嘅例子包括你嘅老人金 OAS， 你全球嘅收到嘅退休金，包括 CPP、RRIF 同埋 RRSP 嘅收入，或者任何嘅投資收入，又或者係你世界任何地方獲得嘅資本收益，同埋絕大多數嘅 COVID-19 嘅收益，呢啲全部都係應課稅收入嘅例子。非應課稅收入，即係話唔需要報稅嘅收入咧，就包括老人保證收入補貼，即係 GIS、GST、HST 退稅額，大部分嘅人壽保險收到嘅款項，大部分由 TFSA 收到嘅款項，同埋政府贈予老人一次性300蚊，同埋修正收入補貼人士額外200蚊 COVID 嘅付款。即使你需要繳稅，你亦都有方法可以減低你嘅稅額㗎。例如，如果你嘅收入係5萬蚊，而你 RRSP 嘅供款係1萬，你嘅應課稅收入就會減少至4萬蚊。記住，你係可以供 RRSP 直到你71歲㗎。4萬蚊嘅收入嘅聯邦稅率係15%，所以你嘅聯邦稅就會係6000蚊。而另一方面，每一個人都有資格獲得13808蚊嘅聯邦基本個人稅收抵免額。呢一個稅收抵免額嘅稅率就為15%，所以等於2071蚊嘅免稅。因此，你嘅總聯邦稅應該就會係由6000蚊減2071，等於3921蚊。喺下一頁，我哋將會介紹一啲與老人有相關常見嘅減稅項目。首先要講嘅就係退休金分佈 （pension income splitting）。如果你嘅收入高於特定嘅金額，你嘅聯邦同埋省級稅率都會提高。如果你嘅退休金收入高於你嘅配偶，
你係可以將部分嘅退休金轉移俾較低收入嘅配偶，從而降低你哋合共嘅應稅總額。呢一種轉移就係稱為退休金分佈。老年人可以同配偶或者同居伴侶分享最多50% 嘅合資格退休金收入。有啲咩合資格退休金收入咧？就係例如RRIF、RRSP 同埋某啲退休補償安排。有啲乜嘢係唔可以咁樣分佈法嘅咧？就係 OAS、CPP 同埋某部分嘅 RRIF。如果你係選擇用退休金分佈，你同你配偶或者同居伴侶就需要聯合填報 T1032。另一個減稅嘅例子就係 RRSP 供款。喺年滿71歲之前，長者仍然可以供自己或者配偶嘅 RRSP 戶口。你可以通過3種方式，從你嘅 RRSP 戶口中提款出嚟嘅。一就係 RRSP 轉移到 RRIF， 二就係購買定期年金，收 RRSP 嘅定期付款，又或者3就係由 RRSP 戶口直接提出現金。但係唔記得，任何喺 RRSP 攞出嚟嘅金額都係應課稅收入，所有你攞出嚟嘅都係需要納稅嘅。以下係一啲聯邦政府嘅稅收底面。基本個人稅收底面適用於所有加拿大個人納稅人。如果你嘅配偶或者伴侶喺2020年嘅收入少於13,229蚊咧，你就會亦都有配偶稅收抵免額。配偶稅收抵免額就係配偶嘅收入與13,229蚊之間嘅差額。同埋，如果你喺2020年12月30日之前咧，年滿65歲，你就會收到年齡稅收抵免額。退休金收入金額，如果你喺2020年收到退休金收入，你可以申領2000蚊嘅稅收抵免額。醫療費用，如果你嘅醫療費用總計超過收入嘅3%，你係可以用嗰啲醫療費用嚟扣稅嘅。醫療費用不僅於處方藥，而某一啲合資格嘅人士咧，亦都可以包括啲例如空調啊、浴室輔助設備啊、書籍翻譯設備等，都可以係醫療費用㗎。居家無障礙稅收抵免 HATC 係另一種俾合資格嘅老年人或者殘疾人嘅稅收抵免。合資格嘅有可能係包括安裝輪椅坡道或者加闊門口，以便方便輪椅使用；裝設安全扶手、步入式浴缸等。但係購買家居電器或者例行嘅家居嘅保養費咧，就係唔適合呢個係唔適合嘅支出嘅。如果你係有資助你嘅伴侶或者同居伴侶咧，你都可以用呢個看護稅收抵免。看護稅收抵免係另一種不可退稅嘅稅收抵免。要申請呢一個稅收抵免咧，你需要醫生嘅證明文件或者 CRA 頒發俾你嘅配偶嘅殘疾稅收證書。你並唔需要將嗰啲文件同埋你嘅報稅表一齊申報，但係喺 CRA 要求嗰時，你一定要可以提供呢啲文件嘅。有關稅收抵免或者適用於你嘅稅收抵免，你可以去 CRA 嘅網站或者打俾 CRA 1800-959-8281。除咗報告你應課稅收入之外咧，如果你喺加拿大境外擁有資產總值超過10萬蚊加幣，你就係需要提交 T1135 表格，外國收入簽證聲明。如果你係需要提交 T1135 而又冇做到咧，你係會受到重大嘅處罰。所以記住要填呢個 T1135，如果你需要嘅話。有啲乜嘢外國資產係計喺呢個在內嘅咧？
就係例如外國銀行帳戶中嘅儲蓄或者投資啦，外國嘅養老金計劃啦，或者有任何唔係加拿大人欠你嘅債務啦，又或者係海外嘅房地產，但係如果你嗰個房地產嘅主要用途係個人使用咧，就係唔需要報嘅。但係例如你嗰個海外地產係出租嘅咧，而唔係個人使用嘅咧，就係要報落去呢個 T1135度嘅。如何報稅？你可以揾人幫你報稅，例如 H&R Block 或者其他會計師。又或者如果你係一個低收入人士，你可以使用免費嘅 Tax Clinic。今年 Diversities 同埋亞省註冊會計師協會 CPA Alberta 合作，由3月開始為低收入人士或者家庭提供免費報稅服務。如果你符合入息要求而又希望 Diversities 幫你報稅咧，請你符合聯繫我哋。你亦都可以自己報稅，你可以用網上嘅軟體。我哋下一頁會將你展示一啲 CLA 認證嘅納稅申報軟體，或者通過書面方式嚟報稅。好耐以前，我哋可以去加拿大郵政局領取書面報稅表嘅，但郵政局已經唔再有報稅表噶啦。但係你係可以打俾 CLA 要求佢哋寄俾你嘅。又或者，如果你上年2019嗰陣時係用書面報稅用手填嘅咧，CLA 亦都會喺2月自動嘅2020年嘅報稅表俾你嘅。最後你係可以用電話報稅，呢個 CLA 最新引入嘅一種新方法。但係請注意，呢一個電話報稅方法只係僅用於低收入同埋固定收入嘅人士，同埋你一定要收到 CLA 嘅邀請，你先至可以用電話報稅嘅。以下呢16個咧，就係 CLA 認證嘅納稅申報軟體。有一啲咧，例如 Simple Tax 咁咧，就係免費使用噶。對於你嘅大部分嘅應稅收入，佢哋通常都會有一張單據嚟話俾你知，你已經收咗幾多錢，同埋或者預扣咗幾多稅款。我哋稱呢啲稅單為 T-slip。例如，如果你收到老人金 OAS 金額，你應該喺郵件中收到咗一張 T4A OAS 嘅稅單，睇落就係咁樣噶啦。稅單中有好多個框框，跟住咧你報稅嗰時咧，你個稅務軟件咧就會要求你填寫呢個稅單中某啲框上嘅資料。例如，如果你用CRA 認證又免費嘅稅務軟件 Simple Tax 咧，佢哋就會要求你喺 T4A OAS 中輸入框18、19、20、21、22同23嘅金額，就好似呢一頁底部嘅展示，我哋喺呢個稅單度加咗粉紅色嘅 X 嚟向你展示呢幾個盒嘅位置。跟住下幾頁中咧，我哋就會繼續展示一啲老年人可能常見嘅稅單同埋需要報稅嘅盒嘅位置。CPP 啦，如果你有收到 CPP， 你就應該會收到呢張 T4AP 咁嘅稅單嘅。咁而一樣啦，我哋就用粉紅色就填咗啲你可能要報喺個稅務軟件中嘅金額噶啦。如果你有投資收入，你嘅金融機構咧就會準備咗呢啲 T5俾你。請注意 T5 包含嘅金額可能唔係加幣。喺呢個底部呢個27號呢個框框咧，佢就會顯示咗你嘅收入嘅幣種。咁如果你嗰個唔係加幣咧，佢就會寫，譬如美金就會寫 USD 啦。咁你就要自己喺嗰個框框度將佢變翻做加幣嚟係申報表嘅。如果你喺多過一個嘅金融機構中進行投資咧，你就會收到多過一張嘅 T5嘅。如果你年終有喺你個 RRIF 度攞錢出嚟啦，你就會收呢張 T4RIF。如果你有多個 RRIF 戶口，你都可能會收多過一張嘅。如果你喺 RRSP 度有攞錢出嚟咧，你亦都會收呢張 T4RSP。
呢張 T5007咧就會報告你嘅工人補償金或者社會救助金，例如老人家嘅 GIS。咁雖然 GIS 唔係應稅收益，但係政府依然會俾呢張稅單你，而等你你要喺稅申報表度報嘅。原因係佢用呢個資料嚟計算你嘅福利，所以就唔好唔記得喺報稅表中包括你嘅 T5007。有一啲報稅嘅人係冇稅單嘅，你要自己保留所有嘅收據，同埋輸入每一頁收據嘅資料。就例如醫療費用啦，醫療費用如果你有醫療費用，你就要跟住你個申報軟件嘅指示嚟輸入。就例如你見到嘅醫頁呢一頁，你捐贈亦都係一樣，係冇特別稅單嘅，你要依靠你收到嘅捐贈收據。頭嗰200蚊嘅捐贈嘅聯邦退稅率係15%，而200蚊或以上嘅捐款嘅聯邦退稅率係29%。每一個省份亦都有提供捐贈嘅退稅嘅。由於捐贈收據可以喺配偶之間轉讓，所以因此你最多可以要求5年嘅盈利額，因此你都可能需要先合併你同你配偶嘅捐贈收據，並且話可以考慮累計幾年先至報。大多數嘅軟件亦都會自動幫你申報呢個碳稅津貼，就例如呢一頁嘅 Simple Tax 嘅例子。喺今日結束呢個短片之前，我哋應該講講你報稅之後應該做啲乜。加拿大稅法係要求你將所有稅務檔案保留最少6年，因此喺2021年，除咗你要有你2022年嘅報稅表之外咧，你應該有你從2015年開始嘅報稅記錄。但係通常我哋都會鼓勵你將記錄保留更長嘅時間。我想建議嘅另一件事就係你應該向 CRA 註冊個人帳戶買卡。你嘅個人帳戶充許你檢查你嘅報稅記錄，下載你嘅稅單，設置直接存款戶口，同埋查看你嘅 RSP 同 TFSA 嘅數額限制。你可以照呢度嘅地址去開你嘅 CRA 帳戶。好多謝你觀看呢個短片。我哋希望呢個短片提供一啲關於退休人士嘅報稅資料。如果你有任何建議或者問題，請電郵俾我哋 info@diversities.org。